Hello， 各位街坊，大家好！今期嚟到我黎明新車速遞，為大家講述到呢部 Honda 第6代 CR-V 嘅。首先咧，呢架 Honda CR-V 咧，作為 Honda 30週年嘅巨獻 ，CR-V 喺全球市場總共係生產咗15000部俾全世界各位街坊使用嘅。首先咧，佢作為世界上第一代嘅 SUV 車型 ，SUV 咧英文名拆分開嚟叫 Sport Utility Vehicle， 中文名咧簡單嚟講，因為我英文水平真係唔係好好，簡單嚟講咧就叫城市多用途乘用車。首先咧，查實做呢款車型咧就唔係 Honda 做先嘅，最早係1994年啦，係由我哋 Toyota 基於 Corolla 嘅平台做出嚟第一款 SUV， 就叫 RAV4 RAV4。RAV4 咧，首先咧佢係基於 Corolla 嘅平台，冚咗一架高身嘅舒適型嘅 SUV 出嚟。跟住咧過咗一年，1995年啦 ，Honda 就用咗 RAV4 呢個概念，就用咗 Civic EK， 大家耳熟能詳啦，各位街坊 EK 呢個平台。佢就去生產出嚟一架類似 RAV4 size 嘅車，就係初代 CR-V 啦。由1995年到而家2025年，一共30年歷史 ，CR-V 歷經咗6代車型嘅變革，一代一代嘅迭代。首先啦，第一代佢用咗 EK 嘅發動機啦，第二代佢用咗我哋耳熟能詳嘅 K20。哇，紅頭機喎，但係咧第二代車型佢係用咗黑頂紅頭機，更加耐久，更加民用化。首先啊 ，CR-V 點解喺我哋南方嘅市場同埋北美嘅市場會賣得真係最好嘅 ？CR-V 啦、RAV4 啦，同埋掃把佬嘅森林人系列啦，呢啲喺北美市場同埋香港嘅市場都係賣得好好嘅 SUV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由於超強嘅耐用性。更加適合全球嘅氣候，呢部車咧個銷量已經去到1500萬部啦！1500萬部係咩概念啊？單一車型賣1500萬部，用30年時間，圍到一年咧都係賣5萬部噶啦，已經可以5萬部定50萬部啊？如果係識計數嘅話，正常一年係賣50萬部嘅全球。我數學又唔好，英文又唔好，因為讀書又流啡啡嘅。跟住啦，開始講實呢部車嘅外觀啦。第6代車型啦，沿用咗 Honda 家族嘅銳利前臉啊。首先啦，你見到呢個水晶嘅中網、水晶嘅鬼面罩啦，佢入邊有 Honda Station 嘅設計 ，L2 級嘅自適應巡航，所有嘢全部配備齊喺呢個鬼面罩入邊。然之後啦，全 LED 羽翼式嘅矩陣大燈，跟住咧成個車頭設計得比較扁平化，比較運動啦。因為 Honda 個車大家都知道啦。係以運動著稱嘅，話高轉強啦、低扭強啦，呢架車係全部兼顧晒嘅。跟住啦，全分黑色嘅能鈴啦。好啦，我哋走入到籠。首先啦，日本仔車嘅標配啦，電凳啦，同埋皮凳啦，同埋門板所有嘅皮料都會有啦。首先唔講其他啦，2026款就變咗超級大個 mon 啦，同埋大家會見到呢部車冇波棍嘅喎，佢就係一架 hybrid 嘅車嚟嘅，運動式嘅設計。我哋打火全液晶嘅儀表啦，都會配備齊啦，同埋嗱呢度 D 波啦、R 波啦360 cam 啊，呢啲全部配備齊啦。M 波啦，呢個係電子波式嘅設計，同我哋早幾集介紹嗰架 Odyssey 咧都係一樣嘅。佢作為 2.0 2公升嘅機器，再搭配翻 hybrid 嘅技術 ，Honda 咧叫佢 IMMD 技術。佢個綜合油耗咧，我等下會為各位街坊揭曉。好啦，我走到後排，依然啦，1.75米嘅身高，去到後排2拳嘅空間。全景嘅天幕全部都會營造晒啦，跟住啦，去到後排，我哋嘅電動尾門咧都一俱全嘅。哇，唔係電動嘅喎。首先啦，呢架車咧係屬於入門級配備，佢係冇配備電動尾門嘅。當然，各位街坊需要安裝電動尾門嘅話，我哋都會提供加裝服務，都係原廠嘅品質。跟住手動嘅尾門啦，見到 EHEV 呢個就係 Hybrid
喺內地嘅叫法，當然日本都係叫 EHEV 嘅。好啦，嚟到成部車嘅車身 size， 佢正常咧呢部車個長寬高啊，我會打喺公屏上面俾各位街坊參考嘅。嚟到最重點啦，呢架車100公里嘅綜合油耗 ，hybrid 嘅車，5.5升唔到，即係正常內地入油入到98為止，9個銀錢1升油。呢架車入5.5升嘅話咧，就圍到4毫零紙1公里，啊行100公里啊，只需55蚊。呢架車好啦，咁咧我打開機艙俾各位街坊參考下佢嘅機艙佈局啦。嗱，有液壓撐桿嘅，首先1副2公升機器啦，大家會見到好多橙色嘅電線，呢部車係 hybrid 嘅構成嚟嘅，同香港嘅 hybrid 版都係一致嘅。但係呢部車咧係東風康打嘅汽車製造廠，係我哋國內第2大嘅汽車製造廠東風生產嘅。跟住咧內地售價呢架車官價係2009,900，全數落地含埋驗所、含埋出牌費、含埋稅費，因為佢係有車喺內地要賣購置稅、首次登記稅，含埋所有嘢，個費用咧係18萬突頭就可以買到呢架。香港嘅售價我哋都打喺公屏上面俾各位街坊參考啦，都係半價可以買得同款嘅車。多謝各位街坊可以繼續留意我呢個 channel， 勁多灣區七車嘅資訊同埋勁多新車，歡迎各位留言關注我呢個 channel， 亦都可以有資深嘅街坊添加我呢個 QR code 就可以揾到我黎明解答車輛任何問題。多謝各位。